民进党的赖萧培今仔去到中选会登记，是头一组登记的参选人。赖清德表示讲，即届赖萧培有3层特别的意义，袂阁再行一中这条旧路。也那国民党的侯友宜呢，下晡是有开记者会，向郭文哲发声，唔通放弃拿白合，提及明仔载由4位专家公开直播，重新解读这9份民调，赢的做正的，输的做副手。也那这郭文哲伊是干那表示讲，需要一点时间讨论，但是伊会先去领票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替诈骗受害者主持公道，将炮火向准执政党也提出打诈政策，表示未来骗子愈侪，关系愈久，部会整合组建打诈交叉伙房，加强两岸甲国际强大机制。也毋过，若袂合敢是破局，侯友宜下昼紧急召开记者会，表示郭文哲中昼有打电话互伊，两个人也爱个讨论一下。我从来没有在协调的过程当中说我一定要做起来。政党既然要协商，咱就要有一个公平的原则，谁赢就是正，谁输就当负。侯友宜澄清，15协商无讲到让立拍，更加无坚持要做正的，决定也袂当有袂真假。伊相信到即马拢还未讨论着副手，也提议离双方各派2个学者专家就9份民调重新解读，专程公开直播，赢的做正，输的做负。赖萧也不是一个三脚猫，那个还是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。如果你要胜选，就应该用最强的组合去打。你怎么故意先去找一个不强的比较弱的组合去打？这种我一直无法了解。对侯友宜重新解读民调的提议，郭文哲话讲甲真保留，只表示需要一点时间讨论，希望是上强的组合。日会有记者会，带大家较有耐心，同时会由吴珊珊代表去领表。另外，中岛甲郭台铭见面，2个人敢是有心合作。郭文哲表示，郭台铭也是真重要的人物。我们2个会竭尽所能，让台湾持续在稳健的路上，走入国际，迎向未来，不走回一中的老路。民进党赖清德、萧美琴21来到中选会登记，抢头香正组头一组登记参选第16任总统、副总统组合。赖清德表示，2个人意志坚定，充满信心。那赖萧培也有3重特别的意义，强调甲萧美琴做参选，代表胜落台湾的国家方向，无惊一中老路。2个人有丰富的行政经验，代表负责任稳健的执政态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